来帮助他们知道敬畏神，才有好的策略，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开口来祷告，我们为这块土地为这地的百姓来祝福，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谢谢你放在这个国家、这城市，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的城市、国家是被你祝福的，有神你的真理运行充满在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全能，让你的拯救施恩临到这块百姓。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每一个国家都是你所赏赐的主权，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知道敬畏你，让我们百姓知道敬畏你，让这块土地是蒙福的土地，让这地的百姓是有盼望的百姓，让我们执政掌权的是敬虔爱主的。主，谢谢你，若不是因为你的保护看顾，我们要面临很多的内忧跟外患。因为你的同在，带给我们敬畏你的人能够享受你属天的福气。愿你继续保守看顾这块土地，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要继续为了你自己的需要，或是亲人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来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敬畏的过程当中，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生命，能够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心灵、外在的，或者是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婚姻、产业，或者是在我们的工作、事业上面，我们都需要主的同在。孩子的课业需要得智慧，人跟人之间、家人、同事，我们跟朋友，我们都需要有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没有办法靠人去长久的维持，所以在这几方面，如果你需要被祝福的这几方面，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有同工能够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祝福，不论是楼上楼下的我们可以或者是你坐着，你为你自己在各方面这几方面的需要，我们来祷告，来寻求，我们开口来祷告。如果你需要，就可以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敬拜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美好的事物给敬畏你的人。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他们得安息。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敬畏，敬畏就看见你的恩典福分充满降临在你所赐福的管道。主，每一次的敬拜，愿你同在。每一次的祈求，愿你应许；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让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最后，我们要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要时时来警醒、祈求、祷告，才能够逃避一切这一些的要来的事情。我们为了今天，我们昨天又夏令营结束，那今天有同学会有一些孩子回来，昨天有很多家长来参加如果做一个称职的父母的讲座在4楼都坐满满这样那我们特别今天有洪桃梅老师的亲子活动那可以帮助这些社区来的家长，还有孩子，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家长，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维持或者是增进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本周有祷告见证会，礼拜3晚上在7楼我们8点有祷告见证会，听听看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如何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为了社区的工作，我们透过德福1到5，我们这些年长者，我们透过社区这些夏令营，孩子进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短短的影片，有这些孩子他们的成长，家长的肯定。那我们为了社区做一些祝福，能够透过教会成为一个管道，祝福我们的社区。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来祷告，来祝我们社区的事工祝我们的牧者负责的同工，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让每个社区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敞开他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真理叫他们得自由。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凡寻求你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你就要使他们得安息。主，谢谢你，每一次教会透过这些活动，就是为了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认识你，信靠你，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你兴起教会许许多的同工，愿意参与在社区的工作，也让我们成为你施恩施福的管道。主，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天天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赞美。因为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
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从头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真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良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今在永在的君王，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所有的赞美献给荣耀的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相信，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人疼爱你，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还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疼爱你，他把你当作是宝贝。那个人就是这位阿爸天父。让我们继续来赞美他。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进天国。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神灵
命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是的，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请弟兄来唱。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生命使我能晴天国。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们请姐妹来唱。我相信神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赞美，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哈利路亚，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哈利路亚，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白白赐予我们从天而来的福分。当我们敞开心胸接受这福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因此不同。我们一生中都有主你的陪伴，
我们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谢谢你宝贵十架上的救赎，使我们脱离凶恶。你奇妙宽容的恩典，配得我们永生的赞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有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所依靠的，在我们患难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谢谢你，每一次我们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我们相信你是能够掌管天地万物所有，你也是从死人中复活的主。你帮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守护，经历你的恩典。我们祈求你每一次的敬拜，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带有生命盼望，带有鼓励，也引导我们回到你的恩典之路。愿你赐福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看见你奇妙的恩典。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介绍好久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介绍邱美智姐妹从美国回来还有她的妹妹邱怡蓉姐妹，请你们站立起来我们再次欢迎你们。感谢主愿主来赐福请坐请坐。好，请坐。可能要请同工继续再处理这个监听，我实在听不大到我讲的好，那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在今天下午1点
会在401教室召开长执会，请各位长执准时来参加。我们9月6号会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要受洗的在8月23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10月25号我们会举行55周年的庆祝活动。那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夹着一张粉红色的像我们今天有这些资深的在建堂的时候就参与在陈道雄牧师牧会的这个过程像这个美智节你们就可以找看看有没有照片你参与在这个教会特别是福音事工我们弟兄姐妹，你回去找找看，在这55年来你参与在这个教会有哪一些的福音事工，或者参与在教会的这些活动，你可以把当年的选一张经典的照片，然后把它贴起来下面稍微诉说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照片不晓得这是什么那你可以想起55年前或是几年前你参与在教会的这些活动，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影片，把它呈现出来那请我们可以在诉说这一些的故事内容之后，我们交给教育部，交给淑清长老，我们要来一起忆起当年一起飞舞过去如何参与在这样的福音事工上面，稍微小声有出来的那我们透过这样，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对于未来对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预备进入到我们的55周年的庆典。那我们在传道部今天9点50到11点会在文山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咨询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我们有维轩医师，还有伟斌医师，还有这些同工一起来参与。那如果你礼拜完有事情也没有事情了，你可以参与在这样的服事，非常的棒好，我们下个主日8月2号我们会庆祝父亲节那当天请记得除了一些身体不便出席的那我们在当天如果有参与的，我们才有赠送这个父亲节一份精美的礼物请我们注意。我们今天透过昨天前几天上个礼拜的儿童牧区所举办的夏令营那今天有同学会，那我们儿童牧区预计在8月2号举行亲子户外的阿嘎贝活动那现在名额有限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儿童牧区的家长也可以参加不是只有夏令营这些的孩子或者是家长，你要报名的到今天在今天之前向余文干事来报名，或是银如干事。那今天也有洪桃梅老师的游戏治疗的活动透过游戏提升亲子关系请我们要参加的这些的家长携带7号篮球还有软式棒球我们也可以邀请在今天下午12点半到2点来参加在6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在肢体的消息，我们第10组的陈秀珍姐妹，就是家生执事的岳父她别世因为没有基督的信仰，所以定在8月4号8月4号礼拜2，于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至善一厅来公祭愿我们在
代祷当中，为这个家庭这个遗族来代祷，愿主与他们同在。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章31节再一次。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章3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来奉献，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人对神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我这一的方向，贫穷这一层扶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层扶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的保守，让我们在疫情持续严重的时刻，仍然有平安有喜乐，可以再次来到你的圣殿敬拜赞美你。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可以走在合主心意的道路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能力，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要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话语有永恒的生命，上帝的话语有永恒生命。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翻开在《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到34节。我们继续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34节看一下左右的邻居有没有圣经，很快的帮助他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7章的16到34节。这个电灯可以，旁边的电灯。
好，如果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的17章16节，一起来。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听听。保罗在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单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则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显示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是造天、造地、造生命的主。谢谢你开我们心窍，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能够渴慕来敬畏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这个上周，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有6天的阿卡培品格夏令营，主题叫做爱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什么？到底我们在相信什么？很多的家长他把孩子送到教会来，他们相信在这里透过几天的夏令营，可以改变他们孩子在品格上面。我在这几天早上，我们三位牧者就会在外面然后这些家长他们会把孩子送到教会来。那我们有机会在跟他们对谈的过程当中，有位妈妈问我说：“教会有没有教导孝顺父母？”我说有我们有教导，特别是在10届，我们第1届到第4届是我们怎么样敬畏这位造天造地的上主。第5届开始就是在教导什么？教导什么？你们都忘了。第5届是人跟人之间的第1届是什么？当怎样？孝敬父母，不要忘记了人跟人的相处，敬畏、孝顺父母是第1届，是让我们蒙福在地上可以长寿的一个诫命，也是可以让我们蒙福也能够祝别人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些妈妈们在最后一天，特别有一些的家长妈妈回馈说：“你们教得真好。”我说：“我们能力有限。”是在因为这位上帝能够让我们有智慧，特别教导这些孩子。你知道吗？有一些孩子，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一出门哭得很伤心，妈妈就问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他们太感动了，结束不想离开在 FB 也看到这些家长的回馈，2个孩子有一些的改变，回到家里就是一直流眼泪。他们舍不得离开在教会因为他们已经在这边可能参与服事过去可能去年要他们来他们拒绝或者是不愿意，但是当他们自己参与在可能有一些服事，参与在志工，或者是第1次来参加这个夏令营，我有机会在问这些小朋友，我就跟他们问说：“你第几次来啊？”有的第1次、第2次、第3次都有。那你喜欢再来吗？喜欢有的志工还说：“明年我要带我弟弟来，我弟弟可以参加这个志工那我们看到，其实透过一些的信仰力量，我很直接跟这些的家长讲，教会当然是有这样的信仰，可以透过孩子的品格教育。还有就是帮助他们能够连接这个我们看不见但是有存在这样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如何得着智慧，也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品格，更有礼貌。所以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出生，我们就受到一些的信仰力量，不管你是在民间宗教信仰长大，或者是在不同的信仰，我们相信透过信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不是能够持续，或者真正能够帮助你？所以我们从出生到临终的时候，我们都受到这一些的宗教或者是仪式一直在影响我们，特别是基督徒。等一下牧师会跟大家分享，你做了那么久的基督徒，其实有时候我们无形当中，我们还是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仪式敬拜里面，我们不自知所以等一下牧师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保罗在雅典城，他看到了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真是难过着急，所以他祷告，然后求神给他有智慧，对不同样的人，他怎么样分享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信仰真理，让他们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来。这是夏令营过去我请同工制作大概2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集。今天我们还有孩子回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同学会他很辛苦，要搬这些椅子，然后礼拜5要恢复
拍手给他们鼓励，然后这些新媒体小组他们要完之后，他们马上要做一些的剪接的影片哦。刚才营长的前面有小朋友，他最后说：“我立志以后我要当营长。”他还没有信主了，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感动哦，所以我们透过保罗他在宣教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方法，可不可以提醒我们在整个宣教的过程，或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反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其中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在祷告，我也解释说耶稣是什么意思，阿门是什么意思啊？让他们知道说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敬畏这位神。我也很直接的跟这些的家长我说，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那我们的透过这样的方法，品格的教育，就是要帮助他们认识可以连结这一位可以帮助他的这位上帝。所以保罗在跟这些的学派对话的过程当中，提醒他们，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另外，我们就是要怎样把上帝的话语这样的一个传达帮助第二个应该是我们做一些调整。我相信他能够给我未来他能够给我未来，这个没有改到那我们有没有相信说，你所信靠的这位神，包括我们在场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你有没有确信你所相信的是能够给你有永恒的？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会有存留在过去的这些传统里面，但这些的传统是不是阻碍到我们相信，然后我们对这位真正的神的敬拜呢？或者我们就存留在有拜有保庇无拜惊安怎出代志？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分享这样的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传讲耶稣复活，然后对这些人的反应，我们看到什么？伊比鸠鲁学派还有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在那边在跟他们对谈辩论的过程当中，他们讥笑保罗说：“你这个是走江湖的卖药的郎中吗？或是怎样我们知道，在过去如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社会的进步以前都夜市夜市，然后就会摆摊子的，对不对？有很多奇奇怪怪，然后有卖药的他讲的一篇大道理，然后最终就是要让你怎么样掏钱出来买他的药，对不对？就红衣土灵错西菜丢姜妈妈好，在吃啥？我橄榄飘行红伞，有没有？有没有唤起你的记忆？这样这一些的学派的哲学家就说：“你是走江湖的，是不是？你就乱讲哪有什么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情？你在传外邦的鬼神吗？”所以伊比鸠鲁学派他是强调说，心灵内在这样的安宁，我就注重这样心灵安息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快乐的主义，享乐主义。那另外斯多亚学派就是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比较泛神论就是好像台湾民间宗教这样的信仰什么都有信，门有门神以前小朋友你不可以站在那个以前还有一个火顶的门槛有没有？门槛你如果站在那个门槛上面会被怎样？会不会被骂？阿贵兄会不会？会啊。为什么？火顶有火顶啥？有神呢，不是火神火顶神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他们就是有泛神论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心里面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拜到我就怎样，怕会有一些的事情会出现好，所以心里就想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好像在跟民间宗教信仰很像我们是从民间宗教信仰来的。我们小时候在庙里长大，就会看到庙里里面很多这些的神明偶像，对不对？一间庙里可能拜了多位的神明这样那在
这样的一个雅典城哦，它的偶像比其他希腊各地方的总和加起来，雅典城的偶像比那些还多。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雅典城里面，他们这些的人哦，他们很会这样的一个寻求一些的寄托或者是偶像，来帮助他们。这好像跟我们台湾民间中的信仰非常的类似，对不对？看到神看到有什么就可以拜，看到一棵大树一颗奇怪的石头就可以把它称为什么？九桃宫，还有什么？神木，对不对？就是有神在这当中。好，所以在这个样城市里面他们怕还没有拜到，所以有一个未世之神的这样一个祭坛。他们在敬拜当中怕没有拜到，就像刚才说500波比，我有敬拜我就有保佑，但是如果我没有拜到这位神，是不是会让我在各样的事上会出问题？那我们回到台湾的民间信仰，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正月初几、初到天公生，这个是从民间信仰来的阿贵，对不对？我们也是所以正月这农历的正月初9就是所谓的天公生。所以你看，一大早或是半夜就会有人放鞭炮，就是在庆祝。其实，在台湾来讲，天公这样的一个神格，就好像我们在台湾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未世之神，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信仰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但是因为在道教的渲染的结果，把它降低它的神格。所以听过玉皇大帝或是玉皇上帝吧？玉皇上帝不仅给他有生辰，又赋予他有这样的一个偶像的形象来做祭拜，但其实是降低贬低他的神格。所以我们如何跟这些民间宗教信仰人对话？你在拜天公拜这样的一个天公什么样的意义？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神州忏悔录》这本书，里面提到这个信仰，其实中华民族以前的这些的皇帝，他们是在敬畏这位祭天，就是在敬畏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明。但是到后面为什么会偏差了？这个是值得让我们去探讨，而且可以跟这些人对话。所以保罗看到雅典城满城好像好多的偶像，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出在我们台湾民间宗教一些的信仰吗？除了拜天公之外，还有什么？很普遍的，在工商百业，他们都要祭拜的是什么？土地公，又称为什么？福德正神，怕他寂寞，又给他娶个老婆叫土地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很会用想象力来赋予这些神明有一些的神格，或者是他在生活当中他缺乏的人给他赋予。所以有所谓的参头参尾土地公，表示说过去农业社会，我要生产、要结果、要丰收，我就是需要透过这些的仪式敬拜然后有一句俗语讲啥？得罪土地公安怎？都没有听过嘛？得罪土地公饲无鸡，就是说，你如果要生产，要有这样的一个你养的鸡要有这样的一个繁殖等等，你一定要敬畏这个土地公，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去饲养。在田埂可能过去会有坟墓，对不对？会树立一个叫做后土，有没有？皇天，然后后土，这个就是在讲土地公所以对土地公的敬畏其实非常的普遍。所以他在拜土地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拜？每个月的娃娃，你有做过生意，有没有拜？初2、16，对不对？初2一般在
一开始的2月2号叫做桃爷，然后在12月的16号叫做什么？你有吃过尾牙不？有吗？你知道什么叫尾牙？这个是对土地公的祭祀，然后主人家把这些的祭物来做成书，然后跟这些员工或者他的朋友来一起分享。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提醒说，我们有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你要去吃什么？吃尾牙。你知道吗？在吃尾牙过去的这样信仰是参与在这样一个土地公的敬拜，然后一起跟他们在享用这些。所以后来当然不再是用这些的祭拜的物品来做成食物与其他人分享。但是这样一个理念想法，其实我们就是有没有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可能有，我不能说有，但是可能有，因为这个是尾牙、头牙，是在对土地公的一个祭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仪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妈祖的这样的敬拜，我们看到妈祖绕境，哇，非常的虔诚，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有北港朝天宫的，可能这个比较灵验，或者是被炒作更有名的什么大甲妈祖，对不对？奇怪，一个妈祖有1大妈、2妈，有3妈哦，然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有这些的奇怪？那我们有没有去思想这一些的过程？其实原来它是台湾海峡，以前先民在移民的过程当中，要经过台湾海峡，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的守护神。但是现在把它泛神，把它普遍化哦。另外呢，你需要健康，民间的信仰就是说，我来拜这个大德公哈。大道公好像是在医病，在做这样的一个医治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孩子要考试，考试就拿他的准考证，然后去什么拜什么文昌帝君，希望得智慧，保佑他能够考上好的学校，这样懂吗？所以我们看到，我要做什么我就拜一个神，我要做什么就拜一个神。还有呢，需要有姻缘的要有这样的姻缘，就要拜什么这个职业的媒人叫做月老那拜完之后，想要生产了，要拜什么祝生娘娘。所以民间的信仰让我们思想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就要拜一个，我要做什么事就拜一个然后呢，我们看到观音是怎样度生，然后地藏王是度死度生跟度死还有阿弥陀佛，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在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度他能够往生之后，所谓的往生就是他可以投胎转世，然后到一个极乐的世界。他们盼望有一个永恒的未来，其实跟我们有一些的永生的想法是可以对话，但是不是这一些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到达那个永恒的地方？这是值得思考。最终我们看到这些雅典人他们在诉说，你是在传讲外邦的鬼神吗？其实无论是雅典人、希腊人，或者是台湾民间信仰，其实对鬼神的敬拜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又敬畏又害怕。特别是要接近农历7月了，对不对？接近农历7月，我们就不敢讲这些鬼什么年轻人比较喜欢讲你这什么鬼他们常有这样的口头禅但是我们看民间信仰对这一些的鬼神不敢直接称他的名字，就称什么好兄弟，或者是用一个普度阴光这样的一个话语来表示说，我对这些要客气一点，他在阳间来做客，我好好的招待他，时间到了就要请他回去，如果请不回去，还要拜一个更大的叫做观音大士鬼王来镇压，怕他吃了什么食髓之味赖着不走，所以就赶快
小鬼不走，就请一个大鬼来要镇压。那如果大鬼不走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好，那另外就是说，台湾民间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活人跟死人同住，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主牌拜公嘛。这个也是影响到很多人要信主的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前面的主题叫爱相信，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这样，我们又要祭祀他，来供养他，但是又期待他来保佑这些子孙后代能够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所以有很多这一些的信仰，如果他是怎样往生了、投胎转世了，那他一定投胎做别人的家庭的一份子了。那我们在祭拜，是祭拜到谁？3代4代不认识，你5代6代你没有拜到，我说也是不孝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思想，我们如何对神的敬拜可以拜到这样的一个源头嘛？所以佛教在儒教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如何慎终追远，这是保罗在提醒他们，然后。这亚略巴古他们就把他请到这个议会当时候的议会有另外一个学者提出，其实这个是希腊的战神亚略他的这样的一个殿堂那不管如何，他们把他请到这边，这个议会是专门在管就是说有一些新奇的，你知道雅典人他们对一些的新闻非常的感兴趣。一些的新闻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探讨，然后来了解研究，所以他们就听了，你所讲的跟我们过去所想的不一样，所以就半强迫的把他带到这个亚略巴古这样的一个议会，然后问他你所传的是什么？你这个走江湖的这样然后保罗就在这个地方诉说这样的一个。信仰他自己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经历，所以亚略巴古这样的议会是要专门要厘清是不是这个人传讲是异端是邪说，如果是不会判他死刑，就会好像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这样的一个笑料，这样一个笑话然后来讥笑，不会伤害他或是对他判这样的死刑。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信仰，我也希望这些慕道的朋友，你来，然后很清楚的明白这样的信仰。当你确信了，你再受洗。我真的不想要说半知半解然后就牧师我一时的感动就受洗了，不需要这样，而是你要对真理你明白，真理才能够叫我们得自由，不然。你回到生活当中，你还是常常会被周遭的这些信仰文化所影响，就好像刚才牧师所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的雅典人，他们就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其中人非常的感兴趣。后来有一个官员叫丢尼修，他就怎样另外一个官员他就信主了他听了觉得不一样，跟我过去所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有几点他所传讲的信息。第一个，从未世之神连接到这样的一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如何引用诗人当地的诗人，他来诉说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看到多神的信仰。然后他要提出是一神的。第二个是上帝无所不在了，他不住在我们人所造的这个殿堂或是偶像里面，他随时与我们同在。美国回来或住在美国一样，这位耶稣也在那边无论你在哪里，这位耶稣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第三个，他说这个神是慈爱的。他虽然是公义要审判，但是他也有慈爱，在预备人当没有办法的时候，希望人能够回转归向他。第四个很重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未来，就没有盼望。
所以这个基督信仰很重要。如果复活节没有存在，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复活节，这样的一个信仰就不存在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所以这是保罗他在宣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上帝是万有的，不是被造而是创造的。好，所以我们看他能够是永恒的生命吗？这个就是常常我们在听他们在念阿弥陀佛，其实他们心里期待是什么？心里是期待我有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生命哦。所以终结来讲，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让我们出于害怕有拜有保庇啊，无拜惊安怎出代志？我如果没有拜到怎么办？是不是会爱到我？没有拜到就会爱到吗？主爱我。当然，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提醒我们要告诉这些小朋友，如果透过诗歌，透过这些的故事，我们讲到很多有关大卫王的事情。那透过这样，我们是不是相信说，这样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在所做的，能够在顺境逆境的当中，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力量。保罗一开始没有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怎样？如果你看他多么会拜，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话术会怎样讲？娃娃你怎么那么会拜？怎么那么迷信？你心里会怎样？我下次不跟你讲了。保罗他抓住一个很重要的，他不是排拒，是拒绝，而说：哇，你们真的是那么敬虔，那么热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绕境的妈祖拜妈祖绕境的，你看要几天几夜啊？8天7夜或是多久这样，对不对？他们的热忱我们有时候赶不上但有时候我们就直接那么迷信，还要抬着这样的神教保罗他怎样？他肯定希腊人他们宗教文化的价值，他给他们按赞说：哇，你真的非常的前进呢，有这样宗教的热忱。我们看到这些民间信仰，有的比我们信耶稣的更怎么样热忱叫我们读个圣经，我们怎么牧师我很忙你知道吗？对，单独会主牧师很忙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哇，这些人念经什么什么金刚经什么经很用心的所以保罗他肯定，他也引用那个希腊的诗人来讲有关什么他的未来，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未来，他的是从哪里所生的。另外还有我们一起来念来，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很赞赏他们那种宗教的热情，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止住，他后面有找到这样的接触点。从未世之神，就好像我们在跟这些对话说：你所信的天公到底你知道是谁吗？保罗从雅典人供奉的对象当中，其中一个未世之神，把它转换成为接触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主题。就好像我们跟人讲到说问天化主印信说什么要连接转折到这样的福音，提醒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排拒，而是去了解你的信仰，他的热忱，但对不对？所以保罗从未世之神来做一个接触点，然后一起来宣告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看到他引用的希腊诗人提到说，我们是从谁生的，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这位未世之神不是住在人所雕刻的或是建造的殿堂，
而是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掌管万有的。不用你要婚姻就拜月老，不要你要生产你就拜什么祝生娘娘，不要你要医病你就去找什么大道公，不要你要出入平安你就找妈祖婆，而是这位神会减少你很多的这一些的麻烦，而是一位就够了。他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不用那么辛苦。所以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对话，让他们知道说这位神是怎样的神？然后他不只是高高在上，他还愿意在我们当中可以让我们寻求，并且在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智力拯救的时候，他力的拯救就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你可以来，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怎样得安息。但是我们看到，面对我们罪的问题，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有一个审判，但是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些祭牲来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常常用祭牲，包括旧约，我们看到用牛、用羊来做挽回祭，做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等等，但是没有办法赎罪。耶稣神的羔羊为我们除去世人的罪，所以保罗就用福音的接触点，未世之神提到这位神，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位神愿意爱你，然后为你付上代价。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成为这些在罪恶当中，我们看到因为亚当来犯罪，所成为罪的出手果子。但是耶稣他复活，成为我们众人复活一个未来的盼望，复活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他用他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赞赏，然后连接这样的一个接触点，不是一开始就排斥。所以我们看到有耶稣，我们的未来就有盼望，而不是成天在念阿弥陀佛这样。我预备永恒，预备这样的一个未来，往生之后我有一个寻求去处。耶稣说：“我去是为了预备地方，预备好了要再来接你们回天家。”耶稣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应许跟盼望，那我们可以帮助这一些弟兄姐妹来寻求说，因为耶稣为你预备好了，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看有一个叫陈金富的弟兄他过去他自己来皈依在三大寺庙，然后呢，他是一个禅修的居士，他做建筑业营造建筑然后我们知道这建筑常常要祭祀要祭拜，对不对？所以他跑遍了好多这些的庙宇，佛庙必拜，但是并不能帮助他真的很清楚去了解他的未来。有一天他的女儿信主了之后，他就要求他的爸爸，你跟我去教会看一看嘛。所以他是在很勉强的过程当中，跟着他的女儿进到教会然后进到教会，有那个招待的服侍人员就给他抽一个一般人家叫做签诗了，但我们叫做福音解签了，就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圣经的经文。他一抽了就抽到说什么？上帝已经将永恒的生命，就是传道书3章11节说，已经将这个永生这样的意念放在人的心里面然后第二个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来忧虑所以他提到说，哇，这个经文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永生，还有就是什么？不要忧虑。所以他进到教会一听，然后借着牧师的祷告，他第4天很快就受洗了。当然，这个在我们教会是没有这样的事，没有那么快就受洗，至少你要过去说半年我现在来说，至少你要3个月以上嘛，你来到教会，然后有这样敬拜，你要了解这样真理嘛。但是这个陈金富弟兄，他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认真寻求，他知道透过上帝的话语，他知道他找到了
这样的真理。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样分享他的生命的见证。我是陈金富弟兄，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认识。我今天有一段感动的经文，想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就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的民间信仰，很多人都在追求，其实他们的内心是不平安的，而且到处乱拜偶像。那以前我也是这样，我是过来人。后来因为我一个因缘，我女儿带我到基督这边来，所以我接触了基督的信仰以后，我才发觉真正的基督信仰，它是唯一的真神，它是帮助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与我们的救主。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必定会保守我们心里所想的，而且会让我们有真的平安真喜乐。如果你们现在有像我以前这样，我有一段很彷徨的日子，在一直追求真理，一直追求这个信仰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不晓得自己没有把握。后来我遇到这个真神以后，我就进来了。到现在，我非常的平安喜乐，而且身体越来越健康。我一些朋友都说：“你怎么越来越年轻？”我就说：“我因为信主以后，我整个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如果有遇到这个情况，可以跟着我一样，可以进来找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必会赐给你们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谢谢大家。感谢主，为什么会越来越年轻？因为他信了主，神给他平安，给他喜乐，然后给他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喜乐是最好的保养品，最好的药。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成为有盼望？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是掌管万有的神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有未来？不是靠你自己念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信靠相信的时候，耶稣成为我们未来的盼望。我们相信他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他也指我们一条人生的方向。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其实早就把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人的心。人一直在寻求，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在要找出一条拯救之路，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一条恩典之路。当你相信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生命的依靠，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好吧，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所听的这一些的真理。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安慰我，生命使我能进天国。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神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期望，一生敬拜你，我主最美的旨意。我相信
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也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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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是阿爸父，他爱我。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也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主的话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要成为你的天父，成为你的阿爸父。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主，谢谢你，因为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你呼召我们有劳苦有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可以使我们心里得安息，我们得着永恒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权势，是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祝福，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靠主能够得永生。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你希望把幸福的未来赐给敬畏你的人。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给我们永恒盼望的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姐妹请坐。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也不
这边啊，愿上帝来赐福我们，我们彼此来祝福。为什么这个灯不会亮？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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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test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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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